台中捷运开通2周年，台中市政府努力来打造捷运经济生活圈，启动着捷运100大店家的征文活动。在台中捷运作为找找美食、探索捷运100大店家推荐的第一名，是临近大庆站2.4公里的高空咖啡店。这个咖啡特别用去花草，嘛好食意大利米粉制作金哥商品。这个是荷兰式的松饼，所以它是比较偏薄脆，然后底部的话会比较 Q 弹，所以跟一般的松饼吃起来会比较不太一样。唔免爬去山顶，地当伫咧遮啉着咖啡，感受到城市的水口。所以在捷运各位北边行，来到水仙宫站，排行第2名的古早味咖啡店，就秘伫咧无环街市场内底。好，那肉桂卷的话，你看我们也是都很朴实，我们也不太会有一些酱料或者是说其他的装饰。想要食到无同款的点心，会当坐车来到市政站，古早土啊，甲你小姐问，员工推荐因兜的麻糍，并将休困闹停，会当来遮食好食的料理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